望年轻人能够好记得刚刚那首歌，哪一天换你们用主语做自己的歌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才是屌的啦，啊！你要签名哦，我们还有2个小时呢。好，我等一下会给你签，好不好？马上的给你。这是你的回家作业吗？就是一个。不是结婚纪念书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妈妈有在现场吗？等一下我会给你签了。好，我忘了介绍，我是来自台东的阿妹族，我叫阿迪奥。大家好，那阿迪奥的意思就是英俊又潇洒。哎，好了，我是独立部落的，有没有独立部落的？真的，真人真事的独立部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这个乐团还有另外一个女主唱，在我的右手边，来自新竹县，不是粉红色，不是顽皮豹。我们新竹县的女主唱蔡雅哲的老啊，掌声给她鼓励一下。然后我是来自那个五峰乡的，有五峰人吗？应该都回五峰了吧？差不多了。哎，真的没有呢，明明就很近。是你吗？你是五峰的吗？他举了6次手的，都同一个人呢。你爸爸姓陈嘛，对不对？那边有为什么？有吗？哦，那是我弟弟啦，不好意思。好吧，五峰人都会来支持，好吧？然后，对了，他们可能酒醉了，酒量不太好。好啦，那第2首歌就带来我们自己的创作，叫做《想要的感觉》，谢谢。谢谢。假装握一下手吧，不一样的动作，小心踩到。我喜欢这样的天空，这样的感受，这样的节奏，这样的激动，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感动，其实还不够。你唱着这样的生活，心中的梦，要怎么去说？要怎么去做？要怎么牵走？才能够拥有？才能被接受。越来越发现，我学会了这世界，世界虽然并不完美，用来看见，却有种残忍的美。让世界说这一切也许会改变，其实需要的是一切。
你们的拍子也是很难抓呢。我感觉他们。